美国总统川普明仔载特别来克对顶关税哦。咱国的经济部长郭智辉是强调讲，已经模拟各种的状况，提交报告予行政院经贸小组咯。另外，美国对外贸易障碍的评估报告点名台湾，针对美国进口车有数量的限制，针对美国猪肉标示，还有美国牛肉检验哦，嘛拢可能有贸易障碍。 美国总统川普按算伫咧4月初二公布对顶关税措施，就伫前2个交易日，美国股市的4大指数收盘有起有跌，也那台股4月初一大盘是以20884点开出，指数大起188点，尾后表现正强，上悬是到21163点，收复20000。电子股也摆脱前一天大盘阴影，开悬行悬，盘中是涨到936块。 不过，伫时间愈来愈晚，外界伫咧注意中央部会敢已经做好准备。这个经贸小组呢，由行政院在负责。譬如说如果加10%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如果加25%，我们会怎么做？所以所有的情境我们都经过这个分析推估，那么找出因应的方法。经济部强调，针对美国要扣对顶关税，咱有模拟推估相对应的情形。 报告予行政院经贸小组相关部会伫4月初3开始讨论，上紧可能伫咧4月初7左右，行政院就会公布具体协作方式。不过，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处31个对外贸易障碍评估报告，内面特别点名，台湾对进口美国规格车设有数量限制标准，一个猪肉产品的完善地标示。 以及美国牛产品的检验措施，拢可能是构成贸易障碍。那在于这个对等关税的强迫之下呢，可能会迫使我们在条件的接受跟条件的开放上呢，会更明显，变成说以美国的这要求来作为一个调整。专家分析，美国方面的关税政策上大目的，可能是要争取贸易谈判条件，想要叫世界各国把产业的保护线收起来，不过不要牵涉到庞大议题。 伫美国方面公布正式的措施进程，大家拢秉承应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